喂，各位，過咗去嘅五一黃金週咧，香港郊野公園就出咗幾單令人搖頭嘅事。就覺得很可笑，我交錢不就行了？他有沒有權利不帶走這個垃圾？有嗎？有沒有？你可以叫警察來給他抓走。今日我就唔係要搞對立，而係想同大家心平氣和咁樣講清楚呢單所謂露營之亂嘅來龍去脈。咁首先講重點啦。咁事緣五一黃金週嘅期間呢，大批旅客湧入咗西貢鹹田灣同埋西環一帶露營，沙灘上邊密密麻麻紮滿晒帳篷。根據媒體嘅報導，佢哋受小紅書分享香港郊野美景嘅影響，假期專程嚟香港郊野公園露營，令到營地超出咗負荷。咁結果點樣啊？有旅客非法用炭火煮嘢食啦，有人食完啲嘢亂咁倒湯麵等食物嘅殘渣啦。總有人隨地咁樣掉煙頭，搞到成個營地垃圾遍地。公廁嘅洗手盆更加被廚餘塞到去唔到水，要忍受蚊蟲滋生嘅惡劣環境。漁農署嘅人啊，夜晚仲加強咗巡邏。咁當發現有旅客咧喺草場邊違規咁倒食物嘅殘渣，咁當然啦就俾職員捉到正，即場票控，罰咗佢3000蚊港幣。咁講翻啲數據俾大家參考下。咁過去1年之間咧，咁漁護署喺西貢東郊野公園咧，即係鹹田灣所在嘅郊野公園，咁總共提出咗20宗亂拋垃圾嘅檢控，咁比起1年前1宗大增19倍。咁全港整體郊野公園嘅亂拋垃圾檢控咧，更加由前年嘅7宗大大提升到去年嘅42宗，咁升咗足足5倍有多。咁其實咧，政府早喺2023年就將郊野公園亂拋垃圾嘅定額罰款咧，就由1500蚊咧就提高至3000蚊嘅。咁目的咧就係想加強阻嚇力。五一期間咧，亦加派咗人員咧日夜咁巡邏同埋駐守，咁仲利用無人機咧同埋閉路電視系統去監測營地嘅使用狀況。咁不過，就算署方喺鹹田公廁外設置咗4個大型垃圾桶咧，咁亦都有人冇好好善用呢啲咁嘅設施。咁結果係點？一方面咧，違規嘅人咧就即場俾人票控啦，罰咗3000蚊。咁呢個係事實嚟嘅。但係更加值得我哋深思嘅係咩咧？有違規嘅旅客同埋同行友人咧，接受電視台訪問嗰陣時咧，就俾人問到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呢個宣傳夠唔夠？咁佢竟然話：我覺得很可笑，我交錢不就行了嗎？仲反問：他沒有權利不帶走垃圾？呢番話一出啊，即刻喺網上引發海量嘅討論啊！好多網民仲話咧，罰款絕對唔係清潔服務費，更加唔係破壞環境嘅通行證。咁不過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各位講一講大家嘅心底話。香港嘅郊野公園係我哋每一個人嘅共同財產，無論你係本地人定係旅客，入到嚟就應該一視同仁，守翻呢度嘅規矩。咁漁護署喺2015年起推廣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呢個理念，咁過去10年咧，比起2015年咧減少咗40%。呢個成果得來不易。咁如果你真係愛呢片山野，就麻煩你唔該用行動去珍惜佢，帶走自己嘅垃圾，保持環境清潔，入鄉隨俗，互相尊重，先係真正嘅高質旅客。我哋一齊努力守護好香港呢個後花園。